来去圖書館寫上人按新式嘅事情，圖館外真實行哦，然後台東嘅東河圖書館要思考為下嚟做，來看一下相關話題。番茄中間有種那個共生植物。有啲介順特定同乜都嘅田，搬到台東高校，則開始做農嘅黃玉蓮，之外都出現到唔曉得的，就會到圖書館以前答案。這個我需要。因為一樣，無論係東河鄉，亦係鹿野鄉嘅圖書館，都同農業相關嘅書，脱離咗一個開業，同時標啲清大年嘅所在。因為鹿野鄉99%係農業，同條從事農業，所以在農嘅部分，人哋咪我有清大嘅書籍本佢哋嚟做依據。不過，書項記錄嘅農業知識，則無聽出合適採題。我常常會不知道說，當地這個時間、這個點會出產什麼樣的菜呀，或什麼之類的。一期挨一期，半夜一擺來關心嘅小民農法嘅農業，相互嘅分享啲自家種嘅經驗，喺現場教溫自家保留嘅言。我哋嘅人嘅部分嚇，一般可以互相交換。假使講我想去做保育，我冇保育嘅人，我就問可能問研究，我就攞佢可能先攞佢本地嘅，盲人或者還其他嘅，一係講係用北方嘅人攞佢交換。不過，一樣嘅事實，半夜爭一擺，規模也唔大，大部分嘅民眾也無聽出有機會接觸到。To find seeds, simply browse the drawers. 啲館外主要共享圖書館開始推動研圖書館，本讀書嘅人加圖書館地度保留嘅人，也會介紹種嘅知識。一啲人家長意做咗嚟做，喺呢擺個圖摘下來新嘅人還本圖書館，一樣新嘅概念，一本東河鄉的圖書館有新嘅想法。就是我們可能有一個小小的區域，然後讓你家有種什麼種子，你可以拿過來，我們就是可以變成一個交換的地方。所以一樣嘅做法，台北係唔適出現。不過，當接到圖書館嘅民眾實當期待，還建議很多人做公器嘅家用。然後，甚至之前我們大家也有提到，就是說誰家的有什麼工具，我們也可以去借用的這種方式，就其實可以把所謂圖書館的概念的功能最大化。所以我們應該要發展是比較適合我們當地在地的，可能農村型的，你就是會比較偏向剛剛說的種子圖書館啊、工具圖書館啊。東河鄉的圖書館有因為，既然民眾有一樣嘅需求，無提出唔是去叫研圖書館作為資源出現。下個新聞陳居明，台東報道。